200間鋪全關玩完啦，萬寧點解會一夜清零嘅呢？53% 嘅回報，屈臣氏蒸發咗，港裝神話撐唔住啦，港裝三巨頭集體跪低，排隊搶港貨嗰個時代去咗邊？Hello， 各位朋友，歡迎嚟到大魚頭條，我係主播 Chelsea。今日我哋嚟傾下200間鋪全關玩完啦，港裝神話撐唔住啦。大鑊啦！港裝神話徹底涼晒，萬寧全線閂門，莎莎直接走人，屈臣氏蝕到腰斬。20年內地征程話斷就斷啦，200間門店一夜清零。曾經要排隊搶貨嘅美妝聖地，家下只係剩翻圍板遮醜，狼狽退場。2025年12月，美妝零售圈俾一紙公告當頭一棒，美妝藥妝巨頭萬寧正式宣布，喺2026年1月15號之前，關閉中國內地所有嘅線下門店，線上平台同步停運，冇緩衝，冇轉機，直接全關清零，浪到一絲餘地都唔留。社交平台上邊，消費者嘅吐槽早就炸晒啦，有人成日晒出最後一次行萬寧嘅相，貨架半空，導購稀稀落落。感嘆細個跟住阿媽買奶粉嘅地方就咁冇咗啦，有人更加憤怒，啱啱充咗200蚊會員儲值卡，1蚊都仲未用就俾通知話用唔到啦，退款仲要等30個工作日，呢啲簡直就係走佬之前最後割一刀韭菜啊！呢件事根本唔係單一品牌嘅翻車，而係成個傳統美妝零售圈嘅集體潰敗。2025年6月30號，另一個香港美妝連鎖巨頭莎莎國際已經率先頂唔順啦，宣布徹底退出內地線下市場。舊對手屈臣氏更加慘，2025年嘅上半年，內地營收66.66億港元，同比跌咗3%，息稅折舊攤銷前回報直接暴跌咗53%，只係剩翻1億1700萬港元，等於係揾嘅錢直接俾人斬半啦。門店數量由2021年嘅4179間銳減到咗3630間，5年夾硬係關咗549間鋪啦。邊個估到曾經要消費者跨城排隊搶港貨嘅港裝三巨頭，而家集體跌入咗關店、收縮、退場嘅死循環。萬寧廣州首店開業嗰陣嘅龍鼓喧天，200間門店遍佈咗33個城市，係佢嘅巔峰榮光。2014年佢仲高調咁嗌出3年開300間，誓要超越屈臣氏。結果野心最終全部變晒泡影啦。從以前嘅入店必排隊，到而家全關無人問，由200間門店規模到徹底清零，萬寧嘅墜落速度真係快過翻書啦。呢一切到底係品牌自己作死呢？定係時代浪潮下嘅必然淘汰呢？呢場美妝零售大洗牌背後又收埋幾多商家同埋消費者嘅血同埋淚啊？唔得唔講嘅係，萬寧當年闖內地，手上攞住嘅真係一副天賦嘅好牌啦。2004年借住 CEPA 政策嘅東風，萬寧敲開咗內地市場嘅大門，喺廣州開出咗第一間門店。帶住香港成熟嘅藥妝加埋健康模式，直接叫板當時嘅行業霸主屈臣氏。嗰陣時嘅美妝零售根本就係巨盜為王嘅天下，商場入邊嘅美妝集合店屈指可數。屈臣氏靠住龐大嘅門店網絡壟斷市場，消費者想買靠譜嘅護膚品啦、保健品，幾乎係冇其他選擇。萬寧嘅出現啱啱好踩中咗呢一個市場空白，為咗同埋屈臣氏錯位競爭，萬寧精準咁壓住健康核心，將重心擺喺保健品、母嬰產品同埋專業藥劑師嘅服務上邊。呢一套喺香港市場已經驗證成功嘅專業形象，好快喺內地圈粉。畢竟喺嗰個信息唔透明嘅年代，有藥劑師助陣嘅門店就等於正品同埋靠譜嘅代名詞。有網友回憶話，2010年前後嘅盛況，華南地區嘅萬寧比商場仲要熱鬧，週末埋單要排20幾分鐘隊啦。好多中年嘅阿媽咧都會專登推薦你去買進口鈣片，話萬寧嘅藥劑師識貨，推薦咧實係冇錯嘅。年輕嘅阿爸阿媽咧就紮堆喺母嬰區，
進口奶粉啦、紙尿褲，全部都係爆款，遲一步就斷貨噶啦。靠住呢把差異化之劍，萬令一路高歌猛進。2011年，佢迎嚟咗內地市場嘅高光時刻，門店數量突破咗200間，業務版圖擴展到全國33個城市，由華南嘅廣州、深圳一路延伸到華東、華中核心城市，成咗無數人買美妝同埋保健品嘅首選打卡地。喺華南地區，萬令甚至成咗港貨正品嘅代名詞，好多人專登兜路都去行一圈。巔峰時期嘅熱度，連萬令開始飄咗啦。2014年，佢高調宣布，未來3年淨增至少係300間門店，即係話每年都要新開100間，目標直指超越屈臣氏，成為內地藥妝零售新王者。嗰陣時嘅萬令點睇都係前途無量嘅。可惜啦，冇人估到呢一份睇落穩紮穩打嘅榮光，早就賣落咗水土不服嘅致命隱患。香港市場嘅成功經驗喺內地咁廣闊嘅天地，始終複製唔到第二個神話。但係神話嘅坍塌，從嚟都唔係一瞬間發生嘅。萬令嘅問題其實早就收埋喺佢嘅差異化基因入邊啦。呢把喺香港市場鋒芒不露嘅劍，去到咗內地咧，反而變成咗綁住自己嘅枷鎖。首先係定位偏科，將自己圈死喺一個細圈入邊。健康加埋藥妝嘅定位，的而且確係塑造咗專業嘅形象。但係同時亦都將受眾限定喺中老年人同埋寶媽嘅群體啦。對大多數嘅內地消費者嚟講，行美妝集合店係為咗多元體驗、自主選擇，想護膚品啦、彩妝、零食一站式搞掂。但係萬令嘅貨架上邊全部都係保健品同埋母嬰用品。年輕人行入去根本就冇嘢好行，有年輕消費者吐槽話行咗5分鐘就走啦，彩妝得個幾個冷門嘅牌子，仲不如網購選擇多，邊個願意浪費時間呢？更加致命嘅係地域局限，萬令變咗成華南專屬嘅品牌，佢嘅門店高度集中喺華南，北方市場品牌認知度低陰公，喺東北、西北好多城市。唔少消費者甚至未聽過萬令呢個名，更加唔使話入店消費啦。呢一種偏安華南嘅佈局，令佢始終冇辦法形成全國性嘅規模效應。等到新興嘅品牌全面擴張嗰陣，佢早就失晒先機啦。最扎心嘅係，萬令始終係冇真正搞明白內地嘅消費者，仲抱住港式正品背書，加埋精選採購。再加埋日價嘅老套路，繼續啃老本。有消費者直接話，同一支雅漾噴霧，萬令賣翻128蚊，線上官方旗艦店先賣99蚊，仲包郵添。咁邊個願意做水魚呢？隨住信息越嚟越透明，成分黨會熟練咁喺美麗修行查成分，海淘同埋跨境電商，又令海外嘅品牌一件直達，根本冇人再願意為中間商日價埋單。當然啦，萬令都唔係冇試過自救嘅，眼睇落市場變咗啦，佢開始引入咗更加多嘅彩妝品類，發力自有嘅品牌，聯手京東物流，提升配送嘅效率，搞會員數字化，甚至跟風做埋直播帶貨。但係呢啲努力全部都係表面功夫，根本就冇觸及問題嘅核心，好似引入彩妝咁，淨係簡單咁將產品堆上貨架度，冇打造出年輕人中意嘅場景體驗。做直播帶貨，因為缺乏咗線上運營嘅經驗，直播間冷冷清清，一場直播落嚟，成交額係唔夠1萬蚊。搞會員數字化都只係派啲無關痛癢嘅優惠券，冇精準咁觸達用戶。會員嘅活躍度越嚟越低，呢啲無效轉型唔單止係冇掹翻頹勢，反而係消耗咗大量嘅資金，加速咗佢嘅墜落。更加攞命嘅係供應鏈拉垮，議價嘅能力低，終端售價冇優勢。有分析師指出，萬令嘅採購成本比線上平台高咗15%到20%。再加埋門店租金同埋人工成本，淨係可以靠抬高個售價維持回報。喺價格透明嘅市場環境下，呢種模式根本就冇競爭力。消費者用腳投票，入店嘅人自然就越嚟越少啦。
如果話自身嘅問題係硬傷，咁行業巨變同埋對手嘅擠壓咧，就係壓垮萬寧嘅致命一擊啦。美妝零售嘅戰場早就唔再係當年巨盜為王嘅模樣啦，但係萬寧咧仲停留喺原地。最狼嘅衝擊嚟自於線上巨盜嘅降維打擊。格物致勝數據顯示，美妝零售巨盜由2020年嘅線下主導，一路發展到2024年嘅線上領跑。2020年線下佔比超過咗55%，2021年線上佔比首次超過咗50%，到2024年線上營收更加係達到咗6910.5億，佔比係64.4%。線下同比下跌咗2.3%，只剩翻3827.7億啦。價格透明嘅電商平台唔單止分流咗大量嘅線下客流，更加徹底打破咗傳統門店嘅價格優勢。消費者喺線上可以買到更加平嘅同款產品，又送貨上門喎，邊個仲願意專登咁走一趟門店呢？更加唔使話高端美妝品牌紛紛開設官方小程序。跨境電商將全球好貨搬到咗眼前啦，傳統門店嘅中間商價值早就已經被稀釋得一乾二淨。與此同時，新興嘅美妝集合店嘅崛起，更加係直接搶走晒年輕消費者。The Colorist、Wow Color、環玫呢啲後起之秀，靠強互動嘅社交化場景同埋沉浸式嘅體驗，瘋狂咁收割。二食時代營商大數據顯示，2024年下半年呢啲品牌喺全國27個5萬平方米以上嘅購物中心新增門店數量全部達到2位數。Waku 靠住加盟嘅模式深耕3、4線城市，半年新開12間。環玫更加猛啦，3到9月密集開咗9間，仲試過3店同期開業嘅高峰。對比之下，萬寧嘅門店簡直就好似上個時代嘅產物咁，陳舊嘅裝潢啦，死板嘅貨架佈局，再加埋令埋年青人反感嘅圍追堵截式嘅導購，消費者一入門就俾導購圍住推銷。以前被視為服務周到嘅模式，而家咧反而變成咗勸退嘅理由啦。有網友吐槽話，去萬寧度想買支洗面奶，俾3個導購輪番咁推銷雜牌嘅護膚品，嚇到即刻就走人，從此再都冇去過啦。當大家都為環玫嘅工業風、The Colorist 嘅彩妝場打卡影相嗰陣，萬寧嘅門店連令年輕人停低腳步嘅慾望都冇，即使係新興嘅品牌，都有服務翻車嘅情況。例如話有消費者投訴話，環玫成都優芳店少發貨，仲審問顧客。但係無可否認，佢哋精準咁捉到咗年輕人行店等於社交嘅核心需求，而呢一點咧，正正係萬寧最缺失嘅。更加尷尬嘅係，老對手屈臣氏都喺度搏命轉型，雖然話效果麻麻地，但係動作始終比萬寧快嘅。為咗應對電商嘅衝擊，屈臣氏推出咗專門服務線上訂單嘅幕後店，由2024年底嘅131間，猛增到咗2025年中嘅394間，大筆投入搭建數字化基礎設施。即管係屈臣氏內地嘅營收仍然係下滑嘅，但係呢一種搏命求存嘅姿態，對比萬寧嘅被動退場，更加顯得後者嘅遲鈍。一邊係線上巨盜嘅降維打擊，一邊係新興品牌嘅精準追擊，再加埋老對手擠壓，萬寧腹背受敵，早就冇晒還手之力啦。佢嘅退場唔係一個品牌嘅失敗，而係傳統零售模式嘅必然淘汰。萬寧20年嘅內地征程，最終以全關清零畫上咗句號。但係佢留低嘅唔單止係一地關店嘅殘局，更係為咗成個零售行業敲響咗警鐘。品牌嘅輝煌歷史，母公司嘅資本大樹喺時代浪潮面前根本就不堪一擊。萬寧嘅故事其實係所有傳統零售品牌嘅縮影，佢哋曾經靠先發優勢同埋巨盜壟斷賺到盆滿缽滿。但係喺消費升級同埋巨盜變革嘅浪潮中，因為死守住舊模式，忽視咗消費者嘅變化，一步步咁行向咗衰敗。由巨盜為王到體驗為王，美妝零售嘅底層邏輯早就變晒啦。而家嘅消費者買嘅唔單止係商品，更加係體驗、情感同埋認同。
能夠喺新戰場企穩腳跟嘅玩家都捉到咗核心，話會用工業風場景打造社交嘅屬性，將行店變成咗一種潮流。Colorist Watercolor 靠住豐富嘅品類同埋互動嘅體驗，精準咁戳中咗年輕人嘅喜好。屈臣氏雖話轉型艱難，但係至少喺度嘗試貼近線上優化體驗。佢哋都明白，想留住消費者，一定要先明白消費者。反觀萬寧，直到退場之前，都未能夠理清一個最核心嘅問題。喺信息平台巨度多元化嘅今日，內地消費者仲需唔需要一個傳統嘅藥妝中間商呢？當佢仲糾結點樣複製香港模式嗰陣，市場早就拋棄咗呢一套陳舊嘅邏輯啦。有行業人士直言，萬寧嘅失敗本質就喺度用20年前嘅思維去做翻今日嘅生意。佢以為靠住港貨正品背書就可以一直收割啦，但係而家嘅消費者早就唔買單。佢哋可以線上查晒所有產品嘅信息，可以買到全球任何一款美妝，根本就唔需要再經萬寧呢種傳統嘅渠道。一個時代嘅終結，往往預示住另一個時代嘅開啟。萬寧嘅轉身唔係美妝零售嘅終局，而係一場深刻結構性洗牌嘅開始。未來嘅戰場屬於真正明白年輕人，用內容建立情感連接，用場景打造沉浸體驗，以前端嘅效率支撐後端供應鏈嘅玩家。風停咗，靠巨度起飛嘅豬，最終都係要跌翻落嚟嘅。萬寧嘅教訓話俾我哋知，商業嘅本質從嚟都唔係死守過去嘅成功，而係持續咁跟上消費者嘅腳步。冇永遠嘅王者，只有永恆嘅競爭。浪潮退咗去，先知道邊個喺度裸泳。而萬寧顯然係冇着啱應對新時代嘅泳衣。對消費者嚟講，呢個可能係件好事。舊嘅被淘汰咗，新嘅不斷咁崛起。我哋有更加多嘅選擇，亦都能夠享受到更加好嘅體驗。但係對商家嚟講，萬寧嘅離場係一記沉重嘅耳光。唔好再迷信過去嘅成功經驗啦，唔好再忽視消費者真正嘅需求，因為嘅話，下一個被淘汰嘅就係你。好啦，呢期就到呢度，感謝你哋嘅收睇，我哋下一期再見。